大家平安。在周一的早晨，我们来到主面前，一起来敬拜。在今天，我们要来到主面前来敬拜，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今天3月14日，我们在当中要欢欣的来敬拜，不动摇的信心。让我们来到主面前，领受这样的信心，领受这样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透过这首诗歌来到上帝的面前。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赎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火烛，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不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内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我并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并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里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无论说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说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往前走。就像那彼得一样，他能够跟你学习，跟你走在水面上。主要有这样信心的时候，就能够在水面上行走；在有这样信心的时候，就跟着你走。主，让我们跟着你走，在面对了这所有的挑战、困难的时候，我们依然回到主你面前，让主你来带领，不再是依靠自己，
不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再是依靠那刀或枪，而是依靠着上帝，你喜爱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力量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全然得胜。主啊，即使在困难的事情，我们要来到你面前，仰望主你的容面，仰望主你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再次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主你悦纳，愿主你的灵充满在当中。献上我们的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今天3月4日，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诗篇第44篇第9节到第26节。诗篇第44篇第9节到第26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如今你遗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你不再跟我们的军队一同出战。你使我们在仇敌面前败退，让憎恨我们的仇敌洗劫我们。你让我们像羊被屠杀，把我们放逐到外国去。你把你自己的子民廉价卖掉，并没有从中获利。你使我们成为邻人辱骂的对象，他们嘲弄我们，取笑我们。你使我们成为列国的笑柄，列国都向我们摇头讥笑。我时常蒙受耻辱，不断被羞愧所笼罩，因为听见侮辱和毁谤者的声音，看见仇敌和敌对我的人。虽然我们没有忘记你，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却遭遇了这一切。我们未曾对你不忠，也没有反抗过你的命令，你竟把我们遗弃在野兽当中，把我们抛弃在死亡的边缘。如果我们忘记了你，我们的上帝，向异国的神明祷告，你一定会察觉到，因为你看透人心里的秘密。但为你的缘故，我们整天被宰杀，我们被当作待宰的羊。主啊，醒起来！为什么睡着呢？起来吧，不要永远遗弃我们。你为什么掩面不理我们呢？求你记得我们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我们扑倒在地上，被击倒在尘土中。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因为你有永恒的爱。求你拯救我们。让我们再有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默想，来领受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诗篇第44篇第9节到第26节。
大家平安。在今天经文当中，大家怎么来看这段经文？其实也是从昨天延续，昨天在看到的是在回顾了过去的历史、过去往昔当中，上帝怎么样来带领。然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又开始有转换，在当中来看到上帝你的大能在当中，但是我们的生命为什么去遭遇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生命也常常是如此，去面对了这许多的状况。然而在当中，上帝怎么样来带领？所以在过去，不管是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的时间，上帝都出手来帮助我们。然而在当中，他讲到说：如今你遗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你不再跟我们的军队一同出战。当我们面对这许多的事情的时候，你已经没有与我们同在了，你已经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了。当我们遭遇这样情况的时候，你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主啊，你为什么要遗弃我们？你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这边呢？所以当中也看到，好像上帝的子民被遗弃了。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好像被上帝所遗弃了。上帝好像已经不管我们了。所以当中再去经历这样的事情，会感觉到哇。虽然我们知道过去主你都同在，那如今呢？现在呢？现在呢？为什么会觉得上帝没有跟我们同在？你使我们在仇敌面前败退，让憎恨我们的仇敌洗劫我们。我们去打仗都输，我们面对这些都输，我们去做很多事工、很多服事都输。主啊，你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感觉。其实我知道有很多的人在教会当中，在许多事情当中，都会说上帝没有跟我同在。其实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感受。很多时候我们说你努力够不够，你没有敬虔的心，你没有读经，你没有祷告。但是当我们在看约伯的时候，他没有祷告，他没有敬拜上帝吗？他没有敬虔的心啊。圣经里面记载到，上帝看他做义人。所以这当中，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还有一个变数在当中，有可能撒旦直接出手，不在于我们有没有做对，不在于我们的情况如何，是撒旦出手了。所以有很多时候是我们在当中，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得罪了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我们常常看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上帝。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上帝离开我们，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离开了上帝。然而在少数的部分里面，会经历到那种撒旦的试炼、撒旦的试探。撒旦试探当中，而撒旦出手了。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说，你使我们在仇敌面前败退，让憎恨我们的仇敌洗劫我。其实当我们很多事情过去之后回来看，其实上帝没有离开我们。或许我们经历到很痛苦的事情，但上帝并没有离开我们。在这些事情当中，我们去看到上帝依然就在这当中。只是我们在当下会觉得，哇，这么难的状况，这么苦的状况，主啊，主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边讲到说，你让我们像羊被屠杀，把我们放逐到外国去。你让我们像羊被屠杀，被放逐到国外去。所以当中看到，在仇敌面前败退，被仇敌洗劫，像羊被屠杀，被逐到外国去。所以当中会发现，这个国家很凄惨，很凄惨。甚至这边讲到说，你把你自己的子民廉价卖掉，没有从中获利，卖这么便宜，你能够赚多少？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在二手拍卖，还是在卖一些东西的时候，之前有一些农作物，他们就觉得我卖了，我还要付那些工资，
我卖的钱还不够请工人，那我干脆不采收了。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东西就这样被廉价卖掉等等的很多的状况。这当中说你卖掉我们，你也没有赚到什么啊？那你为什么要卖掉我们？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或许会有这样的经历，在当中会觉得在这样的事情里面，上帝你在做什么？上帝你还在昏睡吗？上帝你离开我们吗？上帝你睁开眼睛来看看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无奈，有很多的沮丧，很多的痛苦在当中。当你看到这些，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也觉得你生命有这样的共鸣在思索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哪里？这样一些诗人他们所写下来的，我相信他们也在看到他们的现况，在回应他们的实况。而在当中，大家也在寻找上帝你在哪里？当我们去打仗的时候输，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做不起来，当我们怎么样的时候，那我们都看不见上帝。虽然前面在讲到说，过去的年日都有上帝的同在，上帝出手，上帝的帮助，然而在当中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说，好像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在看到我们的价值观，看到我们的信心，看到我们的生命的境况，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有盲点，没有看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说：“你这样把我们卖掉，你有什么利益呢？”他也继续想要说：“你使我们成为邻人辱骂的对象，他嘲弄我们，取笑我们。”其实有没有这样经历？很多人都笑啊！你们信耶稣干嘛？你们有赚得更多钱吗？你们生活更好吗？你们信耶稣，你们的家人就不会生病吗？就不会死掉吗？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会讲这一些，有很多话会在这当中来传讲。然而，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怎么样去经历这样一位上帝？在当中，旁边的人都会取笑你，会有很多，甚至他用你们里面的人，你周遭的人来耻笑你，看到你啊，那个没用了，那个没效了。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一个一个在发生。然而在这当中，你怎么去面对这些情况？在这许多事情里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许多的状况？所以这都是他们真实经历的。其实我们可以想到，在我们的真实的经历里面，有很多的情况在当中。有很多人就说你是基督徒，你应该怎样啊？你这基督徒应该怎么样？也有很多人说啊，你是基督徒啊，我认识的基督徒，他们也不过是那样而已。所以在你的生命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生命里面需要活出基督的样式，需要活出那美好。有很多人其实他生命里面很有馨香之气，但是他依然受了很多的苦难在这里面。所以当中我们常常来看，究竟我们的生命该往哪里走？这边讲到说，我时常蒙受耻辱，不断被羞辱所笼罩。其实我们生命里面真的会常遇到这许多的，我想在当中会把你打到不成形，许多事情会让你的身心灵受伤。其实真的，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在当中去求问上帝，为什么这个事情要发生到这样子？这个事情在当中为什么会走到这样子？上帝你在哪里？当我们真心的来敬拜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当我们这样来敬拜的时候，主啊，你在哪里？所以在当中有很多的声音在对你说，但是你要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其实很难欸。在当中我们常常听到别人在侮辱你，在诽谤你，在敌对，在攻击你，在骂你，在做很多事情，但是你有没有听到那真正该听的？当你父母在骂你的时候，在念你，在讲你一些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都在骂你，还是有听到他爱你？
当上帝在对你说的时候，你一直听到别人的声音，还是你愿意更专心的去听上帝的声音？当然有可能有一段时间，像我们在圣经里面说有400年上帝没有出声，上帝真的没有出声音吗？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我们这2000年来上帝都没有出声音吗？其实当上帝在对众人在说话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去去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听到耳边这些人在讲的话。所以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其实牧师也很多是在讲，当我们在聚集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抓住上帝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小组，很多的教会都是一样，我们在那边在讲很多自己的想法，在那边在讲啊，你怎么样？我给你很意见，你要去看哪个医生？你要吃什么药？你要该怎么样？怎么样？讲了很多，但是在当中很少有上帝的话。我会看到有些教会有一些群体或有一些小组，他们的聚会圣经读完就过去了，没有在当中更多的去领受上帝的话，没有在当中进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来祷告，而是在当中彼此给意见，其实只是抹一下，哎，我有读圣经，我有在教会而已，很可惜。而在当中真的我们要透过灵修，透过祷告，透过小组，透过各层面，我们真的要更专注在上帝面前，你才有办法去听到上帝的声音。我们也不是在说这个诗人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而在当中有可能真的没有领受到，所以我们也持续在操练，我们怎么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声音，我们怎么样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来，怎么样让我们生命专注在上帝面前。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都在做某些事情，但是都让我们离开上帝。许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好像我们很敬虔，但事实上我们离上帝越来越远。就像以前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老师也都开玩笑说，可能一生当中离上帝最远的是在神学院的时期。为什么离上帝最远的时候是在神学院时期？因为一个礼拜都非常的忙碌，在周间花很多时间在上课，然后又要读书，然后又有团契，又预备很多事工，周末又教会服侍。虽然看起来好像都在上帝的里面，但事实上好像都离开上帝。在周间也很少有聚集在一起的时间，有一起敬拜，虽然有参加礼拜，有参加什么，但是那都是学校要求。那周末呢，好像也是在做工作一样，就在当中做这些事情，生命里面没有真的进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这忙碌过程当中，或许好像逃出了一个人，但是好像又让一个人跌倒了。而在当中又有很多事情在发生，谁跟谁不合。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如此？我们能够让自己被提醒了。所以在生命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层面，有可能我们离开上帝，有可能我们跟上帝没有那么亲近，有可能我们一直跟随上帝，但是又听不到声音，有可能我们真的是上帝成为祝福你所祝福的人，然而却还是遇到了许多的苦难。所以当中我们回来再看，这很不同的层面。而在当中你有没有办法持续的持守住？或许我们也可以跟这诗人一样在呐喊，主啊，你在哪里？主啊，你在哪里？我努力的来到你面前，我努力的跟主你亲近，但我却依然遭受这样的状况。他说，虽然我们没有忘记你，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却遭遇了这一切。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很多的时刻，他们是离开上帝的，甚至把其他的神带进来在圣殿里面。其实有很多时候真的严重的得罪上帝，上帝大大的惩罚在以色列当中。但是许多时候我们需要回来审视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更多的在上帝的面前真的降服在上帝面前。许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但不竟然真的
是降服。所以在许多事情当中，我们需要回来回顾这一切，我们需要回来反省这一切，再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个人身上、团体身上来看，我们有没有在哪边得罪了上帝？所以这边讲到说，我想或许他们真的回来再看，他讲到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做这许多事情，但我们依然陷入在这情况里面。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就是如此，虽然我们很认真的在这当中，但我们却依然的要面对这一些的情况。他说我们未曾对你不忠，也没有反抗过你的命令。其实如果我们照的话来讲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在当中。我们没有不忠，但是我们没有先进；我们没有违背，但是我们有没有顺服？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也会去闪避一些事情。或许他还在讲到说，我们很敬虔来到你面前，我们跟随你，我们完全的仰望在主你面前，但是我们依然是如此。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时候我们在讲话，对上帝讲话，也会去闪躲某一些状况。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得罪你啊，我们没有怎么样，但是我们也没有跟随。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在灵修，在许多时刻我们也在思想，我们生命要走向什么样的情况。在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来处理？他说我们未曾对你不忠，也没有反抗过你的命令。很多事情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没有得罪你。其实在我们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透过灵修，透过读经祷告，透过聚会，透过许多的时刻，我们真实要凝聚自己，凝聚好我们，回来是在看我们生命的状况。为什么要认罪？其实也有很多前面的人在讲到说，其实他们很认真在认罪，面对自己得罪上帝，什么时候离开了上帝，在讲话，在做事，在眼神，在许多层面，我们什么时候得罪上帝，也在这些事情当中回来，要回来。所以虽然没有反抗过，所以当中也可以讲到说我们做得很好。其实很多时候就像那个少年官一样，他来到耶稣面前，他也讲到说，我该守的我都守了，我该守的我都守了。在福音书里面那段记载的时候，也讲到说耶稣喜爱那个年轻人。其实有时候因为喜爱会跟他多说一点，所以这当中也跟他多说了一点。他问说我要怎么样得到永生，他也就跟他说，那你接下来要多说一些的，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去帮助穷人，然后来跟随我。其实我们生命里面也常常是这样子，我们有做了一些，但是没有很完整的去做，做了某一些东西，但是依然缺乏了许多。所以这边讲到说，你竟把我们遗弃在野兽当中，把我们抛弃在死亡的边缘。我们已经努力做到这样了，为什么还是遭受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生命里面有时候很多这样的无奈，对我们来讲是这样的无奈。我们已经做了那么多，但我们依然遭受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想这也是让我们去学习的，在一个求告，在一个祷告里面，在一个敬拜的词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诗人，他从一开始去回想过去的历史，我们祖先他们跟我们讲的，接下来我们所经历的，然后也在看为什么我们要去经历这一些。我们遭遇了许多羞辱，我们没有离弃你，我们没有得罪你。在当中也在讲到说，如果我们忘记了你，我们的上帝，而向异国的神明祷告的话，如果我们有陷入在这样的状况当中，你一定会知道，因为你看透人心里的秘密。
其实在当中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历史也是一样，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在发生。上帝都知道，所以在当中有时候会让先知去对当事人说话，有时候会让一些事实兴起，有时候会让不同的职分，但是上帝会拣选一些人来对当时来说话。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这许多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上帝怎么带领，在我们当中是不是也是如此？当上帝兴起一些人要对大家说话的时候，愿不愿意去听？当我们要一起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其实想到这边会觉得哇，当时真的很不容易。当撒母耳，当这些先知，当这些士师，当这些祭司，他们要召集许多的人，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大家都有各种的理由。所以当中我们常常在聚集的时候，常会有发生很多状况，很多人很多理由在这里面。所以在当中他也讲到说，当我们如果要得罪你，我们要离开你，我们没有贴近你的心，你一定知道。当我们要转离你，当我们陷入在某一种的情况当中，你也都知道。圣经里面记载，其实很多上帝都知道，上帝也出手，上帝也叫人来，上帝也拣选了一些人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得罪了你，你一定知道。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写作这些的人，他们真的是一层一层的来到上帝面前，就像洋葱一样，一块一块的扒。究竟我们在哪一边得罪了你？究竟我们做了哪些事情？究竟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有时候我们用尽了很多心思，但是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最后好像有一点生气，在讲到说，但因为你的缘故，我们整天被宰杀，我们当作待宰的羊。所以当中我们依靠上帝，我们没有得罪上帝，我们在经历这样的事情，但是也在当中去经历的，好像我们是待宰的羊。所以这边说，主啊，起来，为什么睡着呢？起来吧，不要永远遗弃我们。这也很像当耶稣跟门徒他们在那海上的时候，大风大浪的耶稣在船底里面休息，在那浪打过来，虽然船上那些门徒有好几个过去都是渔夫，但他们看到这当中可以看得出这当中的危险，这当中海浪的恐怖，所以他们害怕当中赶快跑去跟耶稣说，主啊，我们快要死了，你不担心吗？你无所谓吗？所以当中感觉他们上帝已经闭眼不看他们，已经睡着沉睡，不理他们了，已经离开他们了。而在当中，我们是不是透过祷告、透过敬拜来摇动上帝的手，把上帝呼唤醒？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为什么睡着呢？起来吧，不要永远遗弃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去理解圣经，去解释圣经。而在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回来看，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经历了什么？在这当中，这些经文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回顾我们自己的生命？不再只是陷入在那解经里面，而是更真实的回到自己的生命来审视自己的生命，审视我们全体的情况。这当中，我们怎么样让上帝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当中也再回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走到哪一种情况了。像他说：“主啊，起来，为什么睡着呢？起来吧，不要永远遗弃我们。”所以当我们愿意先交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怎么样来带领。所以讲到说，不要掩面不理我们，求你记得我们。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前面一直在讲，主啊，你是不是睡着？你是不是离开我们？你是不是怎样？但接下来在讲的是，主啊，帮助我们，起来吧，帮助我们。所以当中很急迫的求上帝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离开我们。你记得我们，你知道我们，不理我们。所以当中才讲到说，扑倒在地，被击倒在尘土中，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因为你有永恒的爱，求你拯救我们。
所以在当中，让我们去看，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所陷入的状况，我们有没有真实的交在上帝的手中？当我们在面对这许多的事情的时候，上帝怎么样来带领你？许多时刻，我们会感觉到好像上帝已经不在这当中。然而，在这许多的事情里面，有没有去经历上帝？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也会觉得我已经很认真、很认真的。然而在当中，是回来更迫切祷告，是回来求上帝在当中的恩典与带领。其实在今天经文当中，也让我们来看，在这样的群体当中，他们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在这样群体当中，他们所面对这些事情，而在这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如同这样子来回来审视我们的状况？所以，我们生命里面会遭遇许多的状况。所以当中也让我们在看，说我们所面对这许多的事件、许多的状况当中，是因着自己吗？因着我们看得到的吗？因着我们看不到的吗？就像我们得罪上帝一样，当以色列人他们得罪上帝的时候，在知道的时候要去献上赎罪祭，在不知道的时候也要去献上赎愆祭。而在当中有很多的献祭里面都要去面对，当面对了这许多的事件的时候，也要去献上这许多的祭。而透过这当中这许多的事情，是让我们保持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以色列人，他们每天都会献上这许多的祭，而这许多的事情当中，也真的是保持跟上帝的关系。而在这里面做了许久之后，有可能在这许多事情当中，就是一个仪式。而在这当中，也可能也在这样努力在做的时候，每一个仪式也都带领我们进入真实与上帝的同在。当这个诗人写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的反省，与上帝有这么多的对话，其实有时候也看到，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有时候也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要跟上帝有这么真切的对话？我们有时候好像上帝跟我们很远很远，而在这当中也会感觉上帝是不是不理我们？太远了，他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太远了，他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而在这当中，也让我们去看上帝并不是把我们丢着不管，并不是不理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回来思想今天的经文。亲爱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要依靠你，许多时候我们也得罪了你，远离了你。在这许多事情当中，也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真实的去经历你。
主，或许我们很多时候可以去看、去思想，我们过去的境况是如何。无论这几年，或这几十年，或这几百年、几千年，我们都可以说出许多我们过去的历史，我们过去风光的日子。然而在当中，我们要去经历的是真实的信心。在这的许多挑战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回来在主你面前去看见主你的带领。许多时候我们真的茫然，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主，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让我们能够回到主你的殿中，去思想，去看见主你的心意。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像这诗人一样真实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看见我们生命里面的需要，去看见我们生命里面的情况，我们需要被调整的地方，我们需要被对付的地方，也让我们真的透过每一次的读经祷告当中，进入到与你更加美好的生命里。亲爱的主，愿主你在当中来掌权。许多时刻，我们真的只专注在自己的想法里面，然而在这许多事情当中，也求主你让我们更加的清楚我们所面对的。主啊，感谢你，让我们透过每一次的读经当中，都能够有去看见、去领受、去得着，在这许多事情里面，你就在当中来掌权、来带领。主，我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恳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愿意降服在主你面前，让我们愿意被主你来使用。虽然在许多事情当中，或许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不管这样的事情怎么样临到我们，让我们拥有那不动摇的信心，依靠着你。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每天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愿上帝祝福你。